关法力的哈，文化篇，阿美族的法力哈。好，现在上个礼拜我们有翻到一点点了哈，现在要讲这个抢夺窃盗罪，哈，所以这个罪这个字哈是主词哈，是什么罪什么罪哈罪，所以它是这个词组的这个主要的词哈，所以这个词一定要翻哈。侵占罪犯者除将烟物归还主人外，或以同等价值之物品代偿，加以鞭打，并以猪鸡数之赔偿之，无力赔偿者，拆毁其房屋哈。很长哈，很长。你就是如果你翻好了哈，可以先打起来哈。就是我讲的那个罪是这个词组的这个主词哈，就好像比如说这个，吃猪，好是吃什么猪肉，吃什么要说明哈，吃猪肉，吃鸡肉，赔偿猪还是赔偿鸡这个概念哈。好，单词了哈，抢夺、窃盗、侵占，所以抢夺、窃盗、侵占这三个词是不一样的哈。那后面有主要的这个代偿鞭打还有这个赔偿，还有拆毁这几个动作几个动作。所以动作就是动词了哈。还有前面的是归还归还。扫码很好哈。urara nomita kawai atomi afasai 窃盗抢夺patikuran no yamita kawai atam sauko lalu sita no tapang hananai atau pakai ni tula malzatai apot no lalu sita ko sapat fots tunga-tungaren ko pipa stik nika ufahui atau ayam ko sapat fots uya cuya ka ci etser atam sao ami patikul tu pai ci i ta sen to koroma 您了，哈哈。这边这个侵占那个小马，你这个侵占没有翻到，侵占，侵占，你没有翻到，对我没翻到米达嘎外米达嘎外是偷嘛，对不对？偷，对，窃盗，米阿发赛是抢嘛哈，所以侵占呢，你再加一个你基本上这样是非常好的哈。现在就加个侵占罪就好了哈。好。urarau no mitakawai atau miafasai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它这个罪是摆在前面哈。Patikulan no ya mitakawai atam sao kuralu sita no tapang hanai 偷窃的人属于这个主人的物品呢，属于偷窃的人，属于那个偷窃的人要归还和这个借着
借着啊，不该你借着多拉马拉扎赖啊不啊，同样的价值啊，属于那个去句啊，故萨巴的 foot 哈啊，当做赔偿的，就是要跟那个呃被偷的东西的价值是一样哈，马拉扎赖，东阿人古比巴斯蒂哈，要啊，这个他就是加以鞭打了哈，他就是东阿人，这个蛮好的了哈，好。但是呢，啊，无法赋予哈，法赋予就是猪肉了哈，I am 啊当做赔偿哈，所以这边树枝哈，树枝好，等一下再看哈，那个烧麦那个树枝，看看你们能再加进来哈，啊，好，乌鸦猪啊，感觉一直哈没有能力的人哈，呃，去归还这个财产的呢钱的呢，啊，大圣都古罗马宁了哈，这个拆毁他的家哈，好，可以哈。现在就是这个两抗侵占罪跟树枝，看看你这个加进来哈，这样的话就完美了哈。好，所以小曼，你不是马兰的吗？对，马兰的，那是味道。那你怎么会对，用？你怎么会用 I am？会被那个海岸的混淆。古怪，你应该是果果啊。嗨嗨，因为会用 I am 应该是秀姑冉跟男士才会用 海 I 岸，am 哦，好难海是。岸还不太会哦。是是哦，是成功以南大概都是果果好，果果好，不是说 I am 错了哈，因为 I am 不能是鸡，也不能是鸟，I am 叫禽类哈，I am 真正的意思叫禽类哦，禽类哦，禽类那就多了，多样了哈。禽类呢，就包括鸟跟鸡，就是两只脚的，会飞的、不会飞的，都叫禽类。哈，所以 I am 真正的意思是禽类。哈，那这个 das 哈，das 哈，它是 das，当然也可以了哈。das 哈，这个两个词通用哈。哦，das 哈，das 就是拆掉就不要了，叫 das 哈。呃，另外还有一个字也叫 das 哈，这个两个字很接近哦，das 啊，das 也是拆了还要再用啊，还要再用，还要再回装啊，拆解。但是 das 就拆掉就不要了，丢掉哈，拆毁哈，这个音差一点点哈。所以拉鲁西散呢，当然就是物品了哈。那一般你也可以用沙凤哈。那拉鲁西散的话，大概是指比较复数的，好复数，好复数。沙凤呢，它就是一般的当然它是可数不可数哈。侵占那个什么侵占怎么说？
有没有查到这个字？侵占。嗯，快你用解释的嘛，不一定要。要解释的，对，看看你们能侵造词组。好，就是占你要学会造词组，因为你临时想不到这个字的时候，所以对，侵占是什么意思，你就要解释。哦，要解释。没有没有没有，侵占跟米阿饭是不一样嘛。嗯，米阿饭是抢夺嘛，抢那侵占就是你，什么叫侵占？那个东西变你的，或者是你你就站在那个地方，那就变你的地方了，是不是？哎，所以你这么解释试看看。那这个乌拉词就拉会比较准。乌乌拉拉努米，哎，想不到了，乌拉拉努这个字哈，米甘奈可以用。一个安奈，好，嗯，不是说我说了就好哦，你要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米甘奈，米甘奈是什么？一个安奈，感恩感恩呐、是感那个恩是什么？感恩吗？感恩吃吗？是吃呀。对呀，吃啊。那这个字合适吗？哦，合适吗？吃的人可以哦，是吗？所以这个我没有是个贬听过义词啊。对，这是个贬义哦，词，就是说贬义词，我们很少说吃东西叫米感恩，所以我嘿，们吃东西都叫什么？古马恩，对，所以要记住哦，很多咪它是好，贬义词，就是不好的词哦。就像你看米达高有没有？米阿哦，发有没对，有？所以咪米阿法，不见得是好词哦。所以嗯米干它叫侵占、吞吃啊。按照字面叫吞吃，吞嗯，吃的话就是变侵占。哈，谢谢老师学到的，哎，这个是最简单的字，当然还有很多字了哈，你可以去查哈，好好好，蛮多的。好，好，好，再来是树枝的话，就是并以猪、鸡、树枝赔偿之。你这个现在把它加在哪里啊？发挥哈，所以无发巴比挥啊，都哎呀，那比那，过沙巴达夫哈巴比那比那，然后呢，嗨，乌巴巴比那比那比那还是比那，比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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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巴比那比那哦，为什么你知道吗？好，比那比那，比那比那不知道，啊比那比那发挥都哎呀，巴菲，过沙巴达夫好，巴比那比那就是几个人咯，是人咯。哦，对对对，动物嗯，这个一样，对，这个要小心哦。这个好，特别是如果是我出题的话，我会出这种题。好，考试的话，好，所以比那嗯，比那比那爱，好，那因为你是强调数字，比那比那发挥都哎呀，么过啥把它 foot 就可以了哈。好，OK，好，那个书写的好了哈。哦，那都出现了哈，不错。好，我们看这个书写的哈。urarau numi afasai mi takawa atumi araai to lalu silano tau patikulen no malarawai ko mi araan lalu silan to cita fungai 好，ano za 好，这里加个逗号，ano za but the foot to malazatai aza lalu silan paste but the foot to pina ai fafui to ayam ta ta sen kuruma no za ai pi pa 在爱当上，大顺哈，大顺那个呃，那苏贤，嘿，哎，我建议你用 das das 哈
哦，因为好，大跟das 不一样，das 就是拆了之后还要回装，哦，是哦，所以你再去查这个字哈，das 是拆了之后嗯，还要再装回去的，哦，好，好，那 das 就是拆了之后就不要了，就拆哦，毁，所以它有差别哈。好，啊好，，das guru ma no 在啊，在比吧啊，在啊等不上，在比吧啊，在啊等不上，没有办法啊赔偿嘛哈，没有办法赔偿啊，属于在比吧，所以阿扎这个词，赔偿嘛哈，但是古鲁玛努在啊什么什么啊等不上赔偿的人，所以赔偿这个词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好，苏雪，你再看一下哈，看一好，下这个词哈，你再思考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词哈。我们看一下那个难度的哈。Araw-araw no may avasay may tagaway ato misano makuay. 好，misano makuay 哈，misano makuay 好。Patikulen kuya ni avasan ni avasan 好，多了一个啊哈，你 avasan 啊拉风。Ano sa upar sa ko ni ataan a particular. Stiin ho patafotso to fafui ato pinapina a koko. Ano tsaip ka firu a patafots i mama plen han koroma naira. 哈哈，那基本上这个就是米沙努马古爱哈，米沙努马古爱。那个阿多你干过？侵占米沙努马古爱不够，这个词不太够。米沙努马古爱就是只做属于自己的，还不够到侵占的这个条件。米沙就是去做，努马古我自己属于我自己的，属于我的，所以还不太够。侵占罪，侵占。啊，这个巴德福臭度那个冰娜哈，那个那多有，这个冰娜要摆在前哈，巴德福臭度冰娜啊阿发会啊度果果哈，这样就好了哈。然后再一个菲鲁啊巴德福哈，再一个菲鲁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赔偿哈。这个巴德福是什么？罚款，所以是处罚哈，实处罚。所以再一个菲鲁啊，然后呢？所以这个词赔偿嘛，所以你用 particular 就好了，是不是？你前面不是有 particular 吗？对，
好，用把滴过了就可以了哈。好，妈妈不认，不认哈。你们的不认是拆毁是吧？你们不认是倒塌嘛？是倒塌吗？倒，对，弄倒。妈妈不认喊，妈妈不认喊。我现在要讲的是妈妈不认喊这个词，好，因为你在说，就是说他没有说什么，当然你这个妈妈不认是什么意思？它的词根是不认，对不对？然后是妈不认，然后妈妈不认，所以妈妈不认喊的话，就是这个喊不需要哈，因为我们的咪咪跟妈后面大概都不会出现按或者是摁，不会出现。妈的后面不会出现摁，也不会出现汉，咪的后面也不会出现摁跟汉，所以妈妈不认，妈妈不认咕噜玛，来了没有问题哈，妈妈不认，就是妈妈不认就是什么，一定会什么，一定会被拆毁哈。第一个妈是会啊，那个不是第二个妈是一定会发生，第一个妈是就是什么未来啊，就变成是一定啊。未来一定会哈，也就是说，这个家一定会被拆毁哈，拆毁他的家，但是不能加汉哈。那现在就是这个密萨努马古爱哈，我的建议就是密萨努马古爱哈。我们先不看这个词密萨努，那个努是什么？努马古嘛，你的努马古是应该要分开的，对不对？了解我意思吗？哦，努马古是不是要分开的？对对，努马古努咪说那个努是分开的哦。你不要对，被现在的那个外面他们讲的那个词组概念词搞错了。那个 no 是独立的格位词啊，就像乌拉拉 no 有没有？所以那个弥撒是词缀啊，好，所以这个字要分开哈。但是这边的这个侵占罪，侵占罪，侵占，对，侵占，所以要用刚刚那个字吗？米嘎恩奈，这是我说的，不一定对啊。你的方言不一定对，你要问你的老师，你的老师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哦，老师很忙最近。是吗？啊，好吧，那你可以问米甘奈可不可以？好不好？你要问你的老师说，哎，米甘奈是什么意思？侵占，他会拉瓦告诉你住爱呢？拉瓦啊，住呢？拉瓦住呢？什么什么什马拉么挖住瓦住，马拉挖住啊？嗯，马拉瓦住爱这是吗？个就是不是，马拉挖住就变成狗啊，马拉挖住不是变成狗吗？嗯，这不是人嘛？所以当然你的意思有想要往那边表达，但是这个词不行，就像米萨诺马古爱这个不太够。所以侵占是什么？就是不是你的，你把它拿来嘛。所以你看这个书写的，看到没有？他用米阿拉爱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有有，对呀、这个字就够了。米阿拉就是我主观就要去拿，那他这个就比较贴近，是有点是侵占的意思。好，可以理解吗？好，可以，好，但是你还是要问那个米甘奈可不可以哈？好，这边的话就是书写，我看你有没有加什么？没有哈。到底可以只能用这个字吗？什么字？巴迪过啊，你刚刚不是说返回，对呀、会比没有较好了。没有别的字？啊，那
Dastasen ku rumah nu zaika batikul adamsao，有没有？这个字比较好了，会比较好了哈。那这个字也简单嘛哈，也比较简单哈。返回嘛，那返回就是赔偿嘛哈，有这个概念。所以dastasen ku rumah nu zaika还是zaika？那个苏贤，这边在是要用嘎还是 b？ dastasen ku rumah nu nura 哈，这边加nura 比较好，nura 在，然后后面呢？底过的前面是要用哪一个？不是八嘀咕八不是省略咪吗？在嘎巴，好，在嘎巴底过了，好，nura 在嘎巴底过了啊，咱们说，好不好？那因为为什么？你看到这里哈，你看到这里啊，在嘎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在嘎？在嘎，所以它的词还是把底过了哦，有没有？所以这边还是要在嘎哈。所以我刚刚问你的是在 b 还是在嘎了？因为八前面不是省略 b 吗？没有，那个是不够的，不够，绝对不够，因为在嘎跟在 b 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真正的否定还是嘎跟 b。对啊，我说他但是你加的话一定是对，但是很多人是不加的，很多人不加，那个是不太精准的啊，我只能这样跟你说哈，因为这是一个公式，就是我们在语言说话的在嘎在 b 它真的是一个公式啊，说话有时候本来就会缺啊，说话。但是你加一定是正确的啊！我现在强调是在这里哈，你加一定是正确的哈。好，只有红爱，好，红爱来了哈，好，很好。那你们今天比较轻松一点哈，苏贤都是一个人哈。Urarao no mi afasai mi takawai mi sanu makwai哈，就是说啊马拉拉外啊达不到，诶，好，所以这里拉绕这个可能是多了哈。Patikuran tu kuya ni afasan alafong wa tanu uwayan amisti anza patikuran ko pinapina ko liung ato koko ano awa ko itzer awa ko itzer awa ko itzer patikor to lafong i wa tasen koroma 哈，现在就是这个嘛，所以你这边哈，因为当然哈，就是说，因为确实是马兰会出现这个问题哈，所以你这边是 R 嘛哈，你这边是 R 的话，这边应该也是要 R 了哈，这样会比较好了哈。马拉拉外打不上嘛哈，马拉拉外打不上打不上哈。那现在就还是这个词了哈，因为这个是牵涉到翻译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这个部落语言的差异哈。就是说，米沙努阿古爱，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词不太够了，不太够。就是说，因为侵占嘛，它是侵占罪哈，侵占罪哈，侵占罪。所以米沙努它的这个意思不太够，不到那个侵占的那种概念哈。米萨就是去做就是这个字是蛮好的哈。
这个除了弥撒努玛古爱呢，也有那个弥撒阿古阿古爱，哈，也有哦，阿古哦，弥撒阿古阿古爱，哈，啊，这个两个字是一模一样的，啊，弥撒努玛古爱，弥撒阿古阿古爱，啊，弥撒阿古阿古爱的话，我看到的资料比较多，但是这就是只做自己的，别人的事情我都不管，所以这个意思呢不太够哈，不太够哈啊，我这边要说的是这个部分哈。好，这边呢，好，Partikulan to kuya ni avasan at lafang wa tano wai han 啊，将要要用属于藤条去鞭打哈。anu za 按za 或者 partikulan ko pina pina 把 partikulan ko pina pina 哈，这边哈改成哈，adiung atau kuku anu awa ko itzir awa ko itzir patatikul 也可以哈。awa ko itzir patatikul to lafung i wa tas tasen kuruma 好，这样可以哈，这样就可以了哈。好，那个红爱可以讲话吗？还是不行啊？还不是不行哈。好，好，我们继续来哈。诈欺背信罪，哈，就是说，这个词哈，其实我们没有背信这种词了哈，就是违反就是说背就是违反嘛哈，所以你不一定要按照这个字去解释，就是说它是你也可以合并哈，诈欺罪、背信罪理论上它是两个概念了哈，你也可以合并哈。好，将诈欺背信所得赃物归还原主人外，好，以诛数之罚之，并罚劳役数日。这跟上一句呢，也是蛮接近，但是它有加个罚劳役数日，那加上这个诈欺背信，然后赃物，赃物，赃物，赃物其实就是你偷的嘛，你偷的，好，这是你偷的、你抢的，都行哈，可以用这个字。归还，归还，罚之，罚劳役，罚就把的 foot，罚劳役呢，就看看怎么解释哈。所以诈欺，这一句应该比上面那一句还好翻哈，应该是这样子哈。好，什么好了哈。好，urarao no misam samai，都用 misam samai 哈。Patikulan no ya misam samai atam tau ko mi takawan lalu silan nura tapang hananai utiung utiung kokot atau misa kuri ko sapatafos to pinapina aromial 数日好。urarao no misam samai sam samai 诈欺被信用 misam samai 哈。你是看这个欺这个字了哈，欺负
那三上叫七户了哈。然后讹诈你了哈，其实诈欺就叫可以说是讹诈的意思了哈，讹诈。看看能不能用更好的词了哈，更好的词啊。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了哈，就是这个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单词哈。Partikulan ya misam samai adam lauko ni tagawan lalu sikan 哈，所偷起的这个物品哈，努拉大棒喊的来，努拉大棒喊的来，Partikulan ya 啊，Partikulan ya misam samai adam lauko ni tagawan lalu sikan。所以那个小马，还这个词你再思考一下，努拉啊，努拉。你看哦，你自己念好。Partikulan ya misam samai adam lauko ni tagawan lalu sikan，努拉大棒 adam lauko。你用努拉的话有问题哦。好，还是都星系对，要读，要都读好。啊，因为那偷的人要嗯，给那个主人嘛，是不是？主人对对所以你不能努拉，对，努拉就麻烦大了哦。所以只能是好，读哈，只能是读哈，读啦可以了哈，所以老师那个主人用打棒这样翻可以吗？没问题，没问题，原主人哦，好没问题，没问题啊，好因为我们阿美族本来就没有主人这个词嘛，啊，主对，人就是长官，就是领导你的人。那你们讲主人叫什么？如果说你们马兰的话，导基哦对，刀老具，板呢，是不是？嘿嘿导基是不是？哈，对，好，就是我要讲的还是你这个咪三三麦这个词哈。等一下我们可以看看，说还是你现在就可以想啊，因为它是诈欺呀、那诈欺背信就是说，当然它是同样的概念，它就是说他讹诈你啊，他讹诈当然也有欺骗的概念，但是它有点点不太一样。那米三三麦就是说欺负而已啊，欺负哈，所以这个词呢，所以应该还有更好的词哈。哎，好，这个张默来了哈，张默的诗，这个是一样是这句哈。对，好，你用这个卢克斯哦，好。我嘎吉拉拉诺米卢克塞阿米萨芒啊，好，这个就比较好的了哈，比较好了哈，就说你最起码有揭示欺骗跟这个另外一个字诽谤哈，梅卢克塞是诽谤了哈巴蒂古人哈，巴蒂古人过米萨芒啊，尼萨芒啊汉阿拉凤都基督中爱阿当上好，这个可以。好，乌鲁玛萨多另外呢。发挥过萨比罚金当做罚金哈。乌罗马萨都把拉古里恩马达亚了过比罚金哈。现在就是说你这个字哈树枝有没有看到？树枝几枝了哈？几枝几日没有分到？好，几枝几日？所以乌鲁玛沙杜哈在这个比那比那哈比那发挥不用乌了哈，比那发挥不过过萨比发金哈，可以吗哈？乌鲁玛沙杜，然后呢
巴拉古里恩马达亚了，杜杜什么？比那鲁米阿古比法金，好就是说你这个数日嘛哈，数日要把它翻进来哈，数日几日，还有这个几只几只猪，几只鸡哈，好，这样的话就 OK 了哈。谢谢老师。那个那个烧麦，就是你看这边他加了这个米卢格塞哈，哎，你这个米卢格塞米萨芒好，它这个就比较贴近这个诈欺背信哈，诈欺背信。那你这个米萨曼呢，只是这个欺负这个意思，欺哈，这个欺又不是欺骗的意思哈，你这个三不是欺骗哦，只是欺负而已所以你可以参考这个了哈。好好。好，其他还没翻好哈。乌嘎吉拉拉诺米鲁格塞米萨芒嗨，好，这边加一个嗨比较好了，米萨芒嗨哈。乌嘎吉拉拉诺乌拉拉诺嘎吉拉拉诺，好，这个乌嘎吉拉拉诺的话是属于当有什么罪欺信诽谤的罪加嘎跟鸡是没有问题的了di kulen ko mi sa mga han大凤多吉多钟爱所以你看这个多就是对象嘛吉多钟爱就是负责人了负责人负责的人也可以说是主人也可以好，这个蛮好的。这个罚金罚金是日语罚金罚金是罚金那这边有米萨古利这个词也很好米萨古利。古利呢应该是闽南语古利应该是闽南语奴隶了苦力就是法老役所以这个词也蛮好的，因为在日本时代确实是嘎拉古利还能弄提蹦过阿美西迪亚后所以很多我们阿美族很多做苦力的真的是活到40几岁就过劳死很多，像我的外公就是45岁就死了，古力我的外公的名字就叫古力。好，这个书写的好了wala no mi pagsafaay partikulan ko ni Tagawan lalo silan to ci Lavungay. Patapos to fafoy ato pinaay ayam ato misa kuri to pinapina aromia misa kuri。好，mi pagsafaay 他用这个词也行
巴兹法就是任意而为了哈，任意而为哈，也行了哈。我让让农民巴兹法爱一巴蒂古人国民大高安所偷的器具都吉拉风爱哈，就原本所偷的那个人吉拉风爱哈。所以这个用吉拉风爱这个词就蛮好巴特佛都发挥都比那爱阿样都米萨古里都比那鲁米阿哈这个也蛮好的哈。哎，米萨古里都比那鲁米阿好可以。所以这个翻的就更精简哈，更精简，好，很好。再来是阿洛哈，阿洛。乌拉拉诺米卡尼外米巴兹法，乌呀尼卡尼万尼巴兹法马阿拉阿拉风，巴蒂鲁古人古拉吉拉风爱，巴特佛查查都发挥都比那发挥都古古巴比萨古里恩都比那阿鲁米阿你米加尼外米加尼外乌拉拉诺米加尼外米巴兹法，那个那多爱米加尼外米巴兹法，爱要不要加什么 ay 对，好，要加 ay 哈米巴兹法爱哈，乌呀尼加尼万尼巴兹法马阿拉阿拉凤乌鸦那些所骗取的min巴兹法马阿拉min巴兹法马阿拉阿拉凤，所以你看你这个尼嘎尼万对不对？所以你把这份案要不要加案？要对，好，因为你前面加案了嘛，它是所骗取的，所怎么样的阿玛阿拉爱加爱比较好哈，阿玛阿拉爱阿达凤巴蒂古人古拉吉达凤爱巴蒂古人古拉对吗？巴蒂古人古拉吉达凤爱。咕嘟哎，因为你是要给，是不是啊？不是对这个是这个要注意哈，这个是很小的问题。把第个人读了，其他方案就没有问题了哈。把德福查查都发挥都比那发挥把德福查查这个把德福查查都这个发挥就不要了哈。把德福查查都比那发挥都过把比萨古里恩都比那阿罗米这样就顺了哈。好，所以这样就 OK 了哈。好，那这个还有吗？那书贤、张木，还有红爱，红爱的还没有哈。好，马上就出现了红爱哈。老师，请说。想问一下，那个主人如果翻吉鲁玛爱可以吗？也可以呀。好，不是吉鲁玛爱的话，主人我觉得不太够了，不太够了就是说，吉鲁玛爱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按照字面来讲，吉鲁玛爱是什么？家里的主人不对，有家的人，
有家的人。是啊，有家的人呢？吉鲁玛爱不是有家的人吗？字面上是这样说。对，好，所以你还是确定问一下你的老师，因为我比较喜欢按字面解释嘛，哈。好，好，乌拉拉努米利甘尼外，啊，这个字更强哈。啊，巴德拉塞啊，很好。啊，妈咪巴的古人，古拉米利甘尼外啊，拉风杜拉及杜隆爱啊，等少。Hanaza bata bata fotru to liung atau pina aku kok anja pa palitan mau mah to pina arumi al 好，那现在就是这个妈咪巴蒂古人，好，就是那个烧麦嘛，没有错嘛哈，你自己看一看这个加 n 哈啊、就是我刚刚有讲哈，妈跟咪后面不会出现 n 哈，不会出现哈，就是说应该是不会出现，所以这个不要哈。妈咪巴蒂过了哈，妈咪巴蒂过了过了，米利甘尼外米利甘尼外所以这边这个不行，这个少嘛哈，米利甘尼外都要这边都都拉凤都啦，基督中啊等上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哈。好。Hananza pada futso tu liung atau pina kokok anza palitan 熬猫嘛哈，这个也可以了哈。palitan 熬猫嘛都pina rumian 哈，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哈。好，OK，好，那个苏贤，我们休息一下哈，我们休息到8点好不好？好好。好，我们休息到8点哈。好，大家辛苦了哈。
好，我们继续上课了哈。那这边呢，看一下哈，这个这里哈，misanu maguai 可以哈，misanu agu 不行哈。我这边弄错了哈，应该 misa agu aguai 可以哈，因为它是个词缀哈，有 nu 的话就要这个样子哈。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哈。有好好，我这边要说明一下，这 misa no maguai 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阿顾呢，它就不行哈，要 misa 阿顾阿顾爱这个词是这样的哈。好，说明一下刚刚没有给它还原哈。好，刚刚我们这个都好了哈，那现在就是这一句哈，不孝犯上罪，不孝犯上罪。不孝犯上罪哈，你看你翻看看哈，在大家眼前令其下跪让他下跪众人环绕责骂或鞭打，使其难堪下跪命令命令他下跪环绕责罚鞭打难堪让他能够就是你看使得其实你看这个都是动词不孝犯上罪，所以你不一定要按照这个字面解释什么叫不孝或者是犯上这个在大家眼前跟前面前所以你不一定要把眼睛翻出来就是有时候翻译就是如果你按照字面翻，你会跟阿美族的思维是不同的大家就是众人嘛好，这个手嘛很棒好，urarau no chua ka fana amingulo to malitengai papi kiturusen i kaayao no arumanay kapoyan atos tian no finaulan chingla sa ta sa maanay ko masa nguluan neng好urarau no chua ka fana amingulo to malitengai好，这是一个很长的这个词组属于这个不懂去敬畏敬畏尊敬老人的罪如果说要加犯上的话就是那个什么，现在就是我们要要更好因为你这个只是不孝顺嘛，对不对？对，不你那孝顺，个就是不对，孝顺而已不孝顺的罪，但是犯上，嘿，你把这个加进来试看看加进来你刚刚爱吗？犯上叫什么？犯上，嗯，犯想上就一下，是不是不懂孝顺而已它是会就是什么叫犯上？你再思考一下好。好，比基督书人没有错一个阿要诺阿鲁曼奈在众人的面前让他下跪巴比基这个基非常好基就是有它的目的性嘎布恩应当要责罚s t n 应当要打鞭打no final 冷静了他
好，现在就是后面这句有萨达拉玛安奈过嘛桑乌鲁安啊，能哈，萨达拉玛安奈哈，非常的哈，非常的怎么样？故哦，所以使其难堪哈，使其难堪，难堪啊，能看使其难堪了哈。这个萨达拉玛奈就是罪哈，罪怎么样的哈？故玛萨乌鲁安，玛萨乌鲁安啊，玛萨。所以我认为这边用嘎比较好，马嘎乌鲁好，马嘎乌鲁按好，马嘎乌鲁按啊，然后这边用八哈，马嘎乌鲁按，马嘎乌鲁按啊，把能，看一下这个有点问题哈，马嘎乌鲁啊，巴嘎乌鲁会比较好，巴嘎乌鲁，巴嘎乌鲁摁啊，巴嘎乌鲁摁啊，把能哈。巴嘎乌鲁摁，好，我认为还是用摁比较好。巴嘎乌鲁摁啊，把能哈。巴萨达拉玛安嫩古巴啊，巴萨达拉玛安嫩啊，巴嘎乌鲁啊，把能哈。所以不要用过哈。巴好，巴啊，就是很丢脸的意思。不是对，因为你是使其难堪哈，就是说它是一对对对，个连续动作哈，所以巴达拉。巴萨达拉玛安嫩可以，巴萨达拉玛安，巴萨达拉玛安嫩，哈啊，巴嘎欧肉啊，巴能嫩，哈，因为它是个连续动作了哈，使他得到最怎么样的哈，然后羞耻，然后被看见哈，使看见哈，这样就可以了哈，我认为比较好了哈，好。好，谢谢老师。哎，现在就是你讲的那个犯上罪哈，你自己再想一下哈，看看待会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人，他可以说出来哈。犯上，其实这个词应该不难哈。啊，我拉到在比等于来读出来诺嘛多赛一啊，巴比巴一多罗森哈，巴比巴一多罗森哎，一阿耀诺阿鲁曼奈。Puyan, ano sa stian no alumanay pagka nguluan 好，好，这个比较简单哈，也蛮好的哈。我拉到努在比等伊来读出来努嘛读阿塞哈这个也就是说，当然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不听话啊，不听话啊，只是说不听话而已了哈。那现在就是这个犯上没有讲到哈，也是一样哈，犯上啊巴比巴伊都苏任哈借着这个哈，然后让他跪下在啊
努阿鲁曼奈哈，也阿要哈前面不一摁不一摁这是的摁努阿鲁曼奈把港乌路把港乌路摁哈，这可以哈，虽然很简短，但是还是有翻到有翻译到哈。现在就是还是这个犯上这个问题。那什么叫犯上？犯上那就是有行为啦，是不是？有对抗或者是伤害的行为啦。而且这个应该可能比较偏向不是在言语上哈，当然你也可以说是言语上哈，言语上就是嘴巴对抗哈，就是咒骂、辱骂哈，或者是用行动这种概念哈，看看能不能加进来哈。这个那个在比等于来都说了那么多赛，可以用一个字你看这个这么长哈，是爱这爱比等于了都说了哈，这么长的词哈，你可以用一个字乌拉拉努玛利亚爱都马多阿塞，好就好了哈，玛利亚爱，玛利亚爱，如果说你用玛丽安爱玛丽安爱玛丽安爱有没有？乌拉拉努玛丽安爱都玛丽安爱都马多阿塞，好就会更好哈，就会更好。好，玛丽安爱都玛丽安爱哈都马多阿塞哈，玛丽安爱其实就是不听话嘛哈，反对哈。玛丽安爱就是有伤害，就是犯上玛丽安爱多嘛多阿塞就犯上了哈。好，这样的话，这个可能就会比较贴近一点哈，看看有没有其他翻得更好的哈。好，这个张默好，噶吉拉拉努在比在噶平乌路玛丽安爱多嘛多阿塞巴比吉多鲁森一个爱要努噶布隆安大噶布恩努阿鲁曼奈安在巴鲁恩努阿鲁曼奈巴林斯已经了按哈，所以这边就噶比在噶平乌路米利安爱多嘛多阿塞这边就跟我刚刚的那个比较就有接近了哈，所以就可以了哈，这个蛮好的哈。好，巴比给多鲁森让他下跪一个阿要努嘎布鲁安，一个阿要努嘎布鲁安，一个阿要努嘎布鲁安。那个张默，一个阿要努嘎布鲁安，在众人面前。所以你的岸是人吗？对啊，众人。嘎布鲁安可能是地方哦。
嗯，地方，岸有可能是地方，有这时间了。嘎布隆岸就是集合的地方哦。嗯其实你可以用阿鲁曼奈了哈，这是最简单的啊。巴嗯比伊多鲁森一个阿尤努阿鲁曼奈哈，众人嘛哈，或者是烧布，你们会用烧布这个词吗？会啊，对，所以布隆跟烧布它是不太一样的。好，嗯一个阿要努马烧布爱，所以我要讲的其实是爱了，这边应该要用爱哈。但是所以是马布隆爱会比较好吧？不容爱，嗯，好，好，好用马布隆爱哈。好，已经形成集合的人嘛哈，马好，所以用马哈，马不爱。好，其实我要讲的这边是这个爱了哈，人哈。大嘎布恩诺阿鲁玛奈安扎巴鲁恩巴鲁恩诺阿鲁玛奈巴比巴零四已经了安哈零四这个词蛮好的哈零四好，这样可以哈。谢谢老师。嗯，所以这边有一个零四这个词哦，这个词很好哦，零四俺说好，orang no mariangai在比等于了多说了那么多赛papi tulusan ika ayaw no finaulan stian ano za mapuyan 还是嘎puyan那个俺多嘎嘎哈嘎puyan atau pakanguruan 这个姑有问题。ano za kapuyan atau pakanguruan ku finaulan 度吗？你认为呢？度是，如果是巴干乌说恩古finaulan 乱是什么意思？巴干乌说恩古finaulan 乱是要让百姓怎么样？所以不能估，是吧？是都是不是？度好，使其蒙羞，这样对吗？等一下哈。ano za kapuyan atau巴干乌说恩古finaulan 乱就是说让他在众人的面前怎么样？在蒙羞百姓的面前蒙羞嘛哈。如果说是古 finaulan 乱的话，是蒙羞的是什么？蒙羞的是百姓哦，百姓不是那个人哦。好，所以这个都跟姑还有奴好。好，乌拉拉努马里安爱哈，马里安爱哈，在比等于的都说了努马多阿斯马里安爱，马里安爱跟这个在比等于的都说了马多阿塞，有没有没有很明显的这个差别啊？后面多了，对不对？你看这个米里昂，你看米里昂读马多塞，看到没有？米里昂有没有看到？有哎。乌拉拉努米里安爱在比等于的都说了马多阿斯
就是你要加这个要改成米里安爱好了，好不好？我让那米里安爱啊，阿杜啊，这边叫阿杜哈，阿杜在爱啊，在比等于了都是在比等于了，在比等于了，努说了努嘛多塞，所以在比等于了，后面那个要改什么顾啊？在比等于了，顾苏啊努嘛多少？不能估，不能顾杜嗯，对，在比等于了都说了嘛多塞哈，好，这样就对了哈，好，好，我们看还有谁哈？啊，红爱哈。Aurara no mi ca culi ai to mari tengai awa papi ki tulusen ika ayaw no arumanay. Taliukan no arumanay ami kapoya. Ah, ah, ansa, ah, saten, papi pakangulo i arumanay. Ha. Urara no mi ca culi ai哈，ca culi ai culi 这它有反对反抗的意思了哈，就是这个词也可以哈。好，所以反对反抗不只是可能在言语上反抗，好犯上，好，所以这个词可以哈。哇，好将哈将哈哇就是将哈啊，巴比基多鲁圣哈，要让他哈在众人的面前下跪啊。达留根诺阿鲁曼奈哈，很多人要围绕着他，然后怎么样？米嘎不耶，好，去辱骂或者发好发啊，这个词，这个词，这个词很棒哦，发哈巴比嘎乌鲁，巴比嘎，巴比巴嘎，巴比巴嘎乌鲁，巴比巴嘎乌鲁。那个哇，这个扫码嘛哈，是扫码吗？红爱啊，红爱好，红爱又不能讲话爱哈。啊，沙登巴比巴嘎乌鲁，巴比巴嘎乌鲁，巴比巴嘎乌鲁，它应该是乌鲁了哈。哦，巴比巴嘎乌鲁，哈，一阿鲁曼奈哈，一阿鲁曼奈，这样就 OK 了哈。好，他这边少打了这个哈，他应该是少打哈。好，这样的话应该 flat 哈 flat，它就是flat 大概是跟这个鞭打比较接近的哈，鞭打哈，鞭打啊，不是打而已哦哈，flat 有鞭打的意思哈，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字哈，大概就这个 flat 哈，flat 才是鞭打哈，stick 只是打哈，所以这个字哈，请大家参考哈，flat 哈，非常好哈。应该都有了嘛哈。好，下一个哈，下一个。好，土地法哈，土地法哈。过去的土地法是用习惯法则，谁先开垦做简单的标记，如插竹子、排放石头，就是你的土地。如有纠纷，由头目召集族人就可以裁定啊。好是，好是，先开垦哈，
做擦排放是纠纷有纠纷着急裁定。好，土地法就是你也不一定要按照这个了哈，就是你看你怎么解释什么叫土地法就是一些规定有关什么什么习惯法则就是说大家都有一致的这个概念的传统就叫习惯法则先开垦先开垦的就做什么然后插什么排什么就是你的有纠纷，然后就会着急，然后就会裁定。好，就是这个就是顺序了哈，动作的顺序哈。哎，好，太好了，这个红爱真是好哈。请问一下，那个红爱，你是最小的吗？那个红爱，我有问过你吗？好像问过哈。哎，不是，这是红爱吗？还是什么？我是扫码。抱歉哈，抱歉哈。好，来，우리 끝으로 쓰라. 제가 한가 우따도 롱아이 아리 끝으로 이디야 호 쓰라. 우따도 롱노. 우따도 롱아이 아리 끝. 노 이디야 호 쓰라. 지마고 사야와이 아미 마땅 도마. 마티나고 사 pacucuk tu awal mi palai tu fakruh. Cimaku sashi sra tura umah. Anu iraku mala afa-afasai, mala afa-afas atmak. Kakitaan ko mita hilangai. To finalan itia mga ai miktun tutmak. 好，我的一个字努斯啦，这个很好哈属于土地的法则Utatu rungai ali kets. Utatu rungai ali kets. No itia hu sera. 属于一定要hu sera在那个过去的这个土地了哈。li kets no itia hu sera. 这个utatu rungai ali kets. 习惯一致其实也可以了哈。好，Cima ko sa ayawai amin matang tuma 谁最先然后是马蒂纳固萨巴猪猪都阿问巴蒂纳固萨。好，要改成8是吧？对8。所以你这个是什么？举例来说是吗？因为那个插竹子炉插竹子的那个炉炉，我想说是举例的意思吗？对啦，举例炉没有错啊，你的中文比我好啊它就是例如嘛对例如好可以哈例如巴猪猪都阿问米巴来都法格好，所以Cimaku sasira Cimaku sasisra turasra 这个句子不够。Cimaku sasisra turasra tura umah 就是你的土地嘛，就是你这个
这句不够哦。然后你这边没有，你这边没有是，所以加乌哈。乌，然后基嘛，然你说后再 I 啊也不用，你就按照这个怎么加哦，古今嘛古，三十三了 I，三十三了 I，对吧？五嘛，你的古关键就今嘛古是那个三十三了 I，不够，就是基嘛后面要加一个词缀古今嘛今嘛，什么古今嘛？啊，五基嘛度啊，古今嘛都哦，啊，五基嘛度古沙西斯拉多了五嘛，所以这个度很重要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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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u ira go mara afa afa sai 要加爱哈，mara afa afa 是什么？有点不够哦，mara afa afa sai 啊，什么哈？加个爱。kakitaan ko mitahilangai to finauran itia mga ai mikatun to lemak 哈这样就可以了哈。你的纠纷就是互相抢的嘛哈，那互相抢土地啦或怎么样了哈，也没有问题哈。好，这边哈就是说，因为这边我要讲一下哈，这个为什么要加乌哈？乌就是是了哈，我吉嘛多过沙西斯拉多了乌嘛，将要拥有那个土地的是谁？就是谁了，就是谁了啊！当然，那个吉嘛你也可以是什么？五米数度哈，五努米数度也可以哈，你用米数也可以。如果按照字面的话，用米数比较好了哈，用米数按照字面哈，但是要加努五努米数度哈，但是一定要加度啊，这个关键是这个度哦，这个关键是这个度。这个都就是什么？这个都就是救救就是我农民说赌就是将要取得那个土地好anu ilago mala avasai atlemak kakitaan ko mitahilangay to finauran itia mga ay mikton tolmak 好，这样就 OK 了哈。好，这个书写哈。好，unu sera ali ket i ayau i unu wai ali ket anu cima ko sa ayawai ami saumah pacek to awur anu ca pa fakroh i usra no miso kunini anu ira ko rarao i niaro i masa opo ko tumuk to finauran amiktun to semak usra no unu sera ali ket i ayau i 过去了哈，unu yy 啊，一个 unu yy 啊，一个是习惯法则好也可以了哈。anu 过是 ay 哈，anu u 哈会更好哈，anu u 过是 ay 米烧嘛把这都 hour 哈，anu u 过是 ay 米烧嘛把这都 hour anu 这把 fakro i usra usra 农民说过你50了，那个苏贤，
现在要加个度，要加在哪里？五十拉努米数古尼尼那个度，就是这边这个度有没有看到？这个度有没有？这个度我给它弄红色，这个度，那你要加在哪里？这个度，五十拉努米数古尼尼那个度要加在哪里？就是这句，我要让你加一个度，那这个度加在哪里？也鲁米数后面。哎，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如果说没有十拉的话，是加在米数后面哈，但是这边呢要加在这里，五十拉度努米数，好，所以是属于你的土地的，有没有？嗯，哦，好，所以就加在这里。如果说你没有加十大的话，是加在米数，没有错。可是加了这个土地的话，就要加在这里哈。这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了哈。但是就是说，你多翻译的话，你这经验就会越来越好哈。好，ina anu ira kurarau kurarau ini aro masa opo kutumuk 这个有问题，masa opo kutumuk 你们的部落有几个头目啊？是头目召集族人哦，不是头目，了解我意思吗？我知道，不能吗？不能吗？米烧米，对，或者是巴萨奥布恩努多木古菲劳兰，使聚集嘛，谁去聚集？多木，好，所以巴萨，好，巴萨欧布，巴萨奥布恩，好，努多木古菲劳兰，是不是？巴萨奥布恩努多木古菲劳兰，米克顿多什么？那如果是咪的话，那个怒就要改成锅米萨欧布米萨欧布古多木多菲劳兰，那就是这个有没有这个概念有没有？就是说是谁去聚集？是头目去召集吗？没有，我知道，是头目去召集百姓。那这边的是百姓怎么样？属于头目要召集，有没有？这一句就是属于头目要召集，哈，就是说我们这个技法结构就是很灵活哈，很灵活。如果你要用咪可以，所以咪是欧布古多木多菲劳兰有没有？头目要去做召集的动作，召集谁？多菲劳兰。好，那就不要。没烧对对，摁就不要，对，没错啊，太好了。没烧不古多木，对，咪后面就不会出现摁啊，这个真的很重要哈。好，就是说这个努啦这个努啦、咕啦、嘟啦，真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技法结构非常关键的这个词缀哈，不是词哈，格位词，真的。然后你看变化都是可以的哦，哈，好。好，这个张默哈。阿乌里格茨努斯拉，好，一定要呼阿里格茨努斯拉，一定要呼阿里格茨努斯拉，一定要呼，一定要呼阿里格茨，那个张默可以讲话吗？有，你这个要不要换？换什么比较好？那个都，都那个是就是这里用不太好哈，一定要呼
啊，一定要户呢，它其实是个跟句法没有关系，嗯，所以这边最好还是用啊乌哈，一定要户乌里格子努斯拉，好，一定要户多里格子努斯拉也不太好哈，所以还是乌比较好哈，一定要户乌里格子努斯拉啊，伊拉多过比南岸努什么好，比南岸很好哈，就是已经有规律了哈，有准则啊，事情的准则。好，这边还是要加哈，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就是说啊乌鸡嘛，这个乌一定要加哈，因为鸡嘛它是个名词，你记住哦，鸡嘛是名词哦，因为是谁是名词，所以它不是动词哈，所以一定要加乌，因为在口语很容易省略这个乌哈，特别是我们在翻译做句子结构的时候，因为文字是非常规范的，跟口语是两回事，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升到是文字，不是口语。好，不是口语，所以口语的话，可以省略很多东西，随着个人说话，简单或者是拉长，但是呢，文字就不可以，文字就是它很规范，你少了这个记法结构就出现错误，现在我强调的是这些部分哈，那我起码我是阿亚外阿米邦马当阿米巴第四多哈达阿多米东路多福格罗。米巴比浪一乌努这个乌努这个要分开，乌努米拉乌努米拉多古拉斯拉这样很好。你看这个多这个多就是就是他的那个土地就是他的了伊拉古嘎拉乌拉万一巴萨欧布恩努嘎吉达安古菲纳兰米克顿巴比浪都什么这个就非常好了哈大是棋子了棋子，东落就是堆叠米东落都巴格罗福格罗米巴迪斯插入了第四是是就是插入的意思好乌里格兹努斯拉一定要乌里格兹努斯拉伊拉多过binangan no semak uchima ko sa ayaway ami pamatang ami patisek to hata ato mi tungro to fukro mi papinang mi pahapinang nang mi pahapi nang mi pahapinang 大字mi pahapinang i uno mila to kurasra ira ko kalawrawan i pasa upuan no kakitaan ko pinauran miktun mi miktun pahapinang to selamak 可以好，这样就 OK 了那还有谁？谢谢老师。哎，不客气不客气还有这个安卓的我的一个词呢是了，我一阿要的一个词，我一阿要的一个词呢是了，我大多中爱的一个词，我起码我是阿要爱咪烧嘛咪烧嘛，巴蒂那个咪沙特特，atau mi taring to fukroh italiok no sra ta uno misu ko cita pangai ira ko cacawai utumok ko mitahilangai to finauran mga ay amikton to lemak likat no sra 那个
难道要我一阿要阿里个子努斯了，这边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一阿要阿里个子努斯了，里个子哈努斯了。哈，怎么改？是我以阿要阿里个子努斯了，就是那个阿要，你看以阿要你要怎么修改会比较好一点？好，是属于土地的规则，啊，属于什么时候？以前对，所以加努哈，乌努，好，乌努是属于什么？阿要外，哈，乌努阿要外，乌努一阿要外都可以，但是一定要加什么努？好，乌努一阿要外阿里个子努斯啦，有没有更顺？我前面有更精准写怒，可是我把它删掉了。啊？所以你看哈，这个加努绝对是会更好哈。乌努哦，一阿要外阿里个子努斯啦，啊，这样就很顺了哈。古大都中爱阿里个子啊，古大都中爱阿里子。我起码古是阿要外阿米烧嘛，米烧嘛，烧嘛，哈，去开垦哈，米烧嘛。那米烧嘛跟米高嘛有什么差别？那个米烧嘛跟米高嘛，就是说它它这个地方这个话没有强调说它是新的哈。那个拿错，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有嘎就是已经是常态了，没有？高嘛，嘎乌嘛。杀呢就是做，但是没有说是新的。哦，也就是说，这个概念就是有点不太一样哈。就是说，你看，谁先开垦，看到没有？开垦哦，所以他们都用什么？马当有没有？马当这个字你不认识吗？不认识。不认识啊？那你要去马兰呢、马兰有个地方就叫马当啊，马当就是未开垦的地，好、开垦，所以你还是用马当哈，马当会比较好了哈。马当应该是通用词哈。好，巴蒂纳固，巴蒂纳固啊，巴蒂纳固阿米萨德德阿多米达令，米达令古法格罗通吗？什么叫米达令古法格罗？杜米达哎林杜福格罗，哎，那时候你要小心哦，哈。如果米达令古法格罗是石头，它自己去堆起来咯，有没有？所以是都哈。好，米达令古法格罗意大利古斯啦，大乌努米苏一样，乌努米苏都啊，一定要加都哈。乌努米苏都古其他帮爱哈呃当做主人的哈，没有问题。伊拉古在家外，如果有说话的人也可以。我多么过米大浪，我多么过米大浪爱多fin劳兰mga爱米克顿多嘛哈，这样 OK 了哈，没问题。还有吗？没有人了，都有了吗？是了，那个字红爱剩下红爱了哈。好，我们等红爱了哈。好，马当这个词真的就是这边哈，这个杀就是去做哈，这个嘎就是已经是常态了哈，常态了。
所以那个烧麦有在吗？有所以你那个烧麦哈，最好是写这样哈，看到没有？哦，我的扫码是要写沙乌嘛哈。当然是因为沙是天齿缀，哦乌嘛是词根。哦，你看高嘛，所以那个是 o 不要写 w 哦，就是文字的问题。好，它是弥好沙，好，再来弥沙就是去做嘛，沙乌嘛啊，对不对？那跟读田的，音的话，当然你可以念 w 哈，但是我们哼哼，的文字它还是要乌嘛哈，乌嘛弥沙乌嘛好，啊，乌你嘛弥沙是个词缀哈，好，谢谢老师。不会哈。好，那伊拉国在郊外哈，讲话的人，如果说我们吹毛求疵的话，这个字呢不太够了哈。那个阿多，要所以伊拉国在郊外的话，你那个在郊外可不可以再更贴切一点？就是有叽叽猪猪的声音啊，纠纷啊，纠纷嘛，对，你这个不行，力度不够嘛。在郊外就是讲话而已啊。好，如果说你要用这个词，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怎么加强？因为在郊外只是讲话的人，在叫讲话嘛，爱是人嘛，是不是？好，你硬要用这个词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够。咖喱在郊外吗？咖喱在郊外，好，咖拉比较好了，好，咖拉在郊外，好，那可不可以再加强？再加强，咖拉在郊外只是爱讲话，在沙嘎拉郊外只是讲话的，再加啥嘛？这沙嘎拉在郊外，哎，最爱讲话的人也不太够吧？重叠，沙嘎拉在郊外，嘎拉在哈在嘎拉在啊，好，嘎拉在郊外，好。会更好一点了哈。哦，就是题外话了哈，让你参考一下。那你如果说纠纷嘛哈，如果是纠纷啊，纠纷，你会用哪一个词比较好哈？纠纷哈，纠纷。好，那个还有一个了哈，还有红爱的哈。好，刚刚红爱是用啊，也是用杂教哈。好，啊，乌萨里格兹努斯拉伊阿亚外阿里格兹努斯拉伊啊，伊阿亚外阿里格兹努斯拉伊啊。Chima ha uchima ha uchima ko kaayaway ami sa matang ami kunis i ha tan awuren patek这边加个哈talingan ko fukroh unila tu tulong ila ko jajaway tailangan ko tumuk kaayaw no finaulan 邀请头目要邀请头目要邀请，白狼人诺多目就是好，等一下哈，
以阿要外阿里个字努斯了，好，这个阿努乌基嘛啊加乌哈，阿努乌基嘛加这个乌哈，阿努乌基嘛过个阿要外米萨马当美国尼斯一哈，米萨马当就是去开垦哈，美国尼斯就是划线哈，划线变线哈，大努阿沃人哈，要用属于竹子不立柱用竹子立柱大林恩过法格罗石头要堆积堆叠乌尼拉杜杜中就是属于他的了那伊拉国在郊外如果有说话的人，大林恩古多木一个阿要努菲劳兰米萨代记大林恩古多木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边由头目召集族人，这个非常重要由头目所以如果这个结构的话就不合适大当恩诺多目要属于头目要去召集大当恩诺多目勾大当恩诺多目这边有一个阿要吗？没有个阿要了所以不用大当恩诺多目勾勾大当恩诺多目勾菲纳兰米萨代记代记这是闽南话吗？去做事情，代记就是事情吧是吗？那个红爱，你的代记是什么？事情吗？米萨代记，哇，这个厉害呢。好，事情好这个代记你不能说是去处理了米萨代记就是去处理这个可以了但是代记是事情，是闽南话没有问题真的是这个各个方言不太一样那这边的问题就是还是什么呀？大一当恩的头目要邀请的是头目因为头目是召集的人他召集谁？菲劳兰百姓呢属于头目要邀请，然后去处理去解决当然就是我认为这个在郊外这个词不太够了不太够，就是看看你也可以再练习找更合适的词如果有纠纷嘛前面谁说的比较好？纠纷马拉阿发发赛什么互相抢的事情，这个可以吗纠纷是不是？你也可以参考这个。另外这个努伊拉古拉绕一鸟肉这个拉绕也是可以这个拉绕也比那个在郊外更好拉绕拉万这边就是说你可以参考一下这几个词这边是马拉阿发阿发赛阿兹玛这个词就是说这个词最起码比那个在郊外在郊外更好当然这是我的建议好，以上那淑贤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老师。可以谢谢好，大家辛苦了好，加油下个礼拜见谢谢，OK，老师，谢谢好老师。加油，好，拜拜。